大家好，我係個位。房委會公布咗居屋2023當中兩個嘅安達臣嘅屋苑嘅管理費嘅，包括咗安麗苑同埋安華苑。之前介紹過安麗苑嘅資訊嘅，可以重溫翻相關嘅片段嗰噃。今日影片介紹埋安華苑嘅資料嘅，究竟個管理費方面係平定係貴呢？一並同大家介紹下當中嘅情況先啦噃。第一方面，希望多幫下手先嘅，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，俾個 like 個影片我隻頻道先，咁啊大家支持嘅。轉睇下一啲相關嘅資訊先嘅。先想講多少少一啲背景資料啦。咁啊，房委會喺個安達臣石礦場方面，一共有5個嘅居屋屋苑，包括咗安秀苑，亦都係即係入緊伙啦。仲有一個就係安麗苑、安華苑、安盈苑同埋安柏苑。咁啊，安柏苑方面咧，屬於今期居屋2024嘅一個揀緊樓嘅屋苑，而其餘嗰3個咧係上一期居屋2023嘅屋苑嚟嘅。不如睇一下相關一啲嘅資訊先。咁啊，睇一睇安華苑。咁啊，單位方面咧就相對係少啲嘅。咁有2座嘅住宅大樓。咁啊，單位嘅數目990個單位。咁啊，係設有停車場，就冇一啲嘅社會福利設施。預計關鍵日期即係入伙嘅時間就今年嘅8月份到，同翻安麗苑都相若噶噃。一般嚟講，咁啊，房委會喺就係近乎呢個嘅收樓嘅時間啊，咁啊，代表律師亦都通知翻一啲嘅買家，有個溫馨提示嘅信件嘅，提一提大家就準備去申請按揭貸款同埋穩定代表律師啦噃。咁啊，意味住呢封信發出嘅話呢，都可能會快將收樓嘅。咁啊，業主方面可以留意下呢封嘅信件嘅情況啦噃。另外都介紹下一啲管理費嘅資料先。咁啊，喺安華苑方面，由於單位數目都比較少啲，即係話咧，業主要攤分個管理嘅成本開支就會相對高啲嘅。咁啊，呢個嘅管理費每個月就建議係778去到1290蚊。對比翻喺安麗苑即係同一帶嘅地方，咁啊都可能貴咗1至到2成嘅嗰個嘅比例。咁啊，單位數目亦都係比較多啲嘅安麗苑。另外都睇一睇一啲嘅詳細嘅資料啊。文件裏邊咧，亦都詳細列出咗每一個單位方面嘅大細不同，個管理費都係可以唔同嘅。如果係平均除翻開，咁啊整體990個單位嘅管理費，大概就係1078，比起之前安麗苑介紹過咧，就唔過1000蚊，咁啊相對就高咗啲嘅情況嚟嘅。另外都想講多少少一啲管理費方面，譬如話特別都大家關心到啦，每一尺嘅管理費係高定係低呢？咁樣可以轉睇下一啲我自己做咗個統計嘅資料嘅。講之前想講多少少一啲嘅背景資料先啦。咁喺呢個安達臣道石礦場，房委會有5個嘅居屋屋苑。咁同時間當然房協都有幾個屋苑嘅，譬如之前介紹過朗然啦，或者最近呢個申請上面一啲嘅進賢等等嘅一啲嘅項目嚟嘅。咁啊，如果講緊喺房委會5個嘅居屋屋苑方面，包括咗安秀苑、安麗苑、安盈苑、安華苑同埋安柏苑。咁啊，安秀苑亦都之前去參觀過，亦都攞咗樓啦。咁喺5個屋苑當中嘅管理費方面，邊個係最貴，邊個係最平呢？同大家開估一下先啦。喺最平方面嘅話，就係屬於安秀苑嘅，咁啊大概每一尺1個8。如果係最貴方面就係呢個嘅安柏苑，咁啊每一尺去到4個8，咁啊由於可能伙數都更加要少啲，得400幾個單位啊，咁啊業主方面要攤分個管理嘅開支更加要高啲。仲有嘅就係安麗苑同埋安盈苑咧，屬於都係2個4，而安華苑而家見得到啦，就係2個6嘅。咁啊，即係最貴嘅安柏苑之後呢，相對嚟講就係叫做安華苑就高啲啦。咁啊2個6。咁啊，講講一啲嘅安華苑當中一啲資料嘅情況先嘅。咁啊，講到有 A、B 2座嘅住宅大樓啦。咁啊 A 座方面嘅話，咁啊一樓去到最高嘅28樓，一梯有18個嘅單位，咁啊唔算話太多嘅伙數嘅啫。咁啊，包括咗係一啲嘅296去到最大嘅493尺，亦都冇一啲減音露台。咁啊，講緊管理費方面嘅最平就係778蚊，去到最貴嗰個就1290蚊。最平嘅話咧就喺16同埋17號室。
最貴方面咧就係11、14、15同埋18號室嘅。咁啊 B 座方面都相若嘅，咁啊樓高方面就1至到28樓。咁啊喺呢個嘅即係最貴同埋最平方面啦。咁啊最貴方面咧呢個1290蚊，同樣都係11、14、15同埋18號室嘅。最平嘅話就778蚊，咁啊喺16同埋17號室嘅。講多少少管理費方面一啲嘅資訊啦，咁亦都介紹過嘅。咁如果係一啲嘅業主啊，咁啊準備去收樓或者係即係交埋個尾數啦，咁啊去約呢個管理處交呢個嘅即係一啲基本嘅金額同埋攞鎖匙，要帶啲咩錢嘅過去呢？咁樣包括咗一個屋苑嘅一啲基金啊，同埋一個嘅泥頭費，仲有係管理費一啲嘅即係按金等等嘅。咁啊，相等於你嗰個選購咗個單位嘅管理費7倍嘅價錢。大概舉個例子啦，如果係你買咗個大單位493尺，咁啊1290蚊嘅一個嘅管理費，咁到你去交即係攞鎖匙去交樓嘅話，咁啊帶翻7倍嘅價錢，咁大概都去到差唔多9000蚊到，就繳付翻頭先所講相關嘅費用咧，咁啊先至可以攞到鎖匙去入到伙嘅。咁啊，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啦，咁亦都喺即係一段時間咁啊，之前你都係有個嘅直播嘅節目，請咗一啲嘉賓咧，講咗啲按揭貸款一啲嘅即係注意嘅地方。一般嚟講咧，咁啊都建議翻大家可以喺個關鍵日期之前，大概可能你當係6個月內咧，去申請按揭貸款一個比較適當嘅時間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心急嘅話，可以最長1年12個月咧，都係可以喺之前咧去申請定都得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你話係即係6個月咧，有一個適當嘅時間嚟嘅，咁啊亦都唔擔心會太早申請個時間，如果遲咗落入伙嘅話咧，就會超咗個時間嘅。仲有就係啦，因為房委會有做擔保人啊，所以一般喺申請一個按揭貸款咧，都唔需要太擔心住嘅。除非係一個嘅信貸記錄好差的話咧，先至有機會可能唔批出按揭嘅情況。都建議大家可以咧去問一問一啲相關嘅財務機構，譬如銀行方面啦，喺個按揭貸款方面一啲嘅詳細嘅資料嚟嘅。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重溫翻之前咧，我喺呢個6月3號晚上一個嘅直播嘅節目，睇一睇當中一啲關於按揭貸款申請嘅住嘅地方啦噃。我都預告下先嘅，咁啊而家目前居屋2024都正在揀緊樓，咁啊都會同大家去即係保持去睇一睇住呢個嘅進度嘅，咁啊盡量都去做一啲嘅影片介紹同埋直播嘅節目啦，更加上咧自己都做一個 Excel 表嘅，都統計下一啲嘅銷售嘅一啲進度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透過 WhatsApp 我96872770咧，可以俾嗰個嘅 Gmail 我咧，可以加翻個 Excel 表裏邊可以睇翻個進度嘅情況啦噃。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揀到心儀嘅單位嘅。咁啊，講咗咁先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噃，拜拜。